導演梁樂文，仲有 Louis 黃丹妮，同埋 Fish 廖子瑜，歡迎晒三位。雖然有啲辛苦，但係大家嘅掌聲可以歡迎到三位嚟到銀幕底下為止啦。多謝各位，歡迎導演 Louis 同埋 Fish。非常之感動，多謝大家嘅掌聲嘅同時，不如邀請三位逐一同大家打個招呼先。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我係導演梁樂文。Hello， 大家好，我係 Louis 黃丹妮。Hello， 大家好，我係 Fish 廖子瑜。相隔4年啦，大概4年嘅時間啦，再次以梅艷芳呢套電影啦，而且全新嘅 4D 嘅一個剪輯版啦，同大家見面，心情應該亦都會有啲唔同。同埋頭先咧隔離嘅觀眾有講過啦，好似 reunion 一樣啦，導演咪都一樣啦。係啊，我喺後台見到你嘅時候，我發覺，咦，我哋有見面啦，又要借票啦，我哋有借票啦，係啦，今次又唔同，今次我哋唔需要再戴口罩。係。冇錯，真面目同大家見面啦。同埋導演今次咧呢一個 4K 嘅版本啦，亦都有一啲全新未曝光嘅片段喎。曝咗光啦。係啦，而家曝咗光啦。對於外人嚟講，唔好意思啊。都係一個多謝公司，多謝老闆俾機會我，可以再有一啲未曝光嘅片段，再曝光俾大家睇。係，大家睇得非常開心嘅同時，亦都問下 Fish 同埋 Louis 啦。今次咧就頭先我提過啦，差唔多隔咗4年嘅時間咧，又嚟到戲院呢一度啦，一樣都係同妹姐相關嘅電影啦。個感覺見翻，其實我相信有好多熟悉嘅面孔啊。個感受係點咧？首先當然係好開心啦，因為係短短4年啦，咁我哋又再一次喺戲院因為妹姐而相聚。咁特別係今日係一個咁特別嘅日子咧，妹姐生日啦。咁我覺得係我自己今日晏晝就啱啱睇翻呢個新嘅4K 加長版。咁我自己係好多感觸啦，亦都有好多感動啦。咁因為佢嘅剪接係同之前唔同，甚至乎係同Disney 嘅嗰個劇集版本都係唔同。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又有啲陌生，但係又好親切，好神奇一個 fresh 嘅感覺。咁可能係4年後啦，自己又喺因為呢部電影成為咗演員，去到而家呢一個 moment 嘅我睇翻，我覺得自己經歷咗好多嘢，又成長咗好多。咁同時間亦都再睇翻呢部戲咧，又俾佢再一次地鼓勵咗我，俾咗好多正能量我。我覺得呢部電影係你離開戲院嘅時候你真係完全俾佢嘅正能量，俾佢即係嗰種積極嘅態度，嗰個勇氣所有一啲好正面嘅信息都好 touch 到我，係。我相信係，唔止你嘅，每一位觀眾入場都會感受到嗰種嘅正能量，係咪有啲補充頭先？所以我自己覺得希望大家都係有同我一樣嘅感受。當你離開戲院，今晚都係望上天空，希望大家都會仲即係同妹姐講生日快樂啦！咁仍然係佢係天上面最閃耀嘅星星。啱啱仲係滿月嘅時候添啊，都仲係。Fish 咧感覺嘅係點咧？4年之後啦，再次見翻係好多熟悉嘅面孔。有一種感慨原來時間過得咁快啦，因為疫情我哋係唔見咗幾年，會唔覺原來個時間係過得咁快。同埋當然梅艷芳呢3個字係一個非常之有凝聚力嘅名字啦。我無論係自己拍完套戲也好，又或者係睇完部戲對俾我嘅感覺，或者我喺呢部戲入邊學到嘅嘢就係唔好以為自己嘅力量好細就唔去幫人。其實你幫好少嘅嘢，你都係幫。呢一種少少嘅力量，好似妹姐佢嘅精神咁，幫好少，佢就會匯聚成一個好大嘅一個力量咯。呢部戲再重新上映嘅時候，就會令到我再喚醒呢一種諗法咯，喚起呢種諗法，可以每日可能做一啲好少嘅事，對待身邊嘅人好啲，有一種善意嘅心，好似延續妹姐嘅精神咯。我俾啲掌聲啊 Fish。
同埋都想問下導演啦，即係今次呢一個係一個科技嘅重新剪輯嘅版本啦。喺即係同剪接師啊一齊去打造呢一套嘅新版嘅電影嘅同時咧，個感受係點咧？成個過程？個旅程重新再嚟多一次啦。其實我哋之前喺公映版，我哋都剪過好多唔同嘅版本嘅。我哋有好多段我哋都好中意。因為其實只要調動咗好少部分，其實已經有一個好唔同嘅感覺。咁今次我哋多謝公司啦，再有一次機會俾我再做一個版本，我就想將一個重新嘅感覺帶俾觀眾。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呢個重新嘅感覺。亦都問下 Louis 同阿 Fish 啦，即係其實妹姐身上有好多嘅特質值得我哋學習啦。其實拍攝完啦，亦都嚟到呢一個時候係由2021年啦，到2014年啦，2025年啦。咁其實成個嘅喺妹姐身上學到嘅一啲嘅特質或者一啲嘅感覺特點，你覺得有啲乜嘢咧？我自己覺得喺唔同嘅時候，人生遇到嘅高低起跌，甚至乎係當下你嘅世界遇到嘅唔同嘅事情啦，好似妹姐總會喺適當嘅時候出現，帶俾我哋鼓勵，同埋有一份溫暖喺度。咁所以好似我頭先咁講咯，喺當中我自己會喺唔同嘅對白都已經會 touch 到我自己嘅內心啦，同埋睇完呢部戲就感受到好多正能量，好多一啲滿滿正能量嘅句子都會打動到我，令到我自己更加有動力去繼續 move on， 繼續去努力咯。所以係希望大家如果喜歡又可以介紹俾多啲朋友睇啦，等大家都可以繼續感受到妹姐嘅各種做人嘅精神啦。咁亦都係好似Fish 咁講啦，其實多啲關心身邊嘅人，多啲去顧及別人嘅感受啊，或者去俾少少關懷俾身邊嘅人啊，可能你自己唔覺嘅時候已經係做咗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某程度上都係妹姐嘅一啲平時做人嘅佢嘅精神啦。所以我希望可以繼續傳開去咯。靠大家啦，係啦，幫手 share 俾多啲嘅朋友。咁阿 Fish 咧，即係今次再次同大家見面嘅同時啦，自己有冇啲説話想多謝現場觀眾？因為其實可能好多觀眾咧，相信2021年嘅時候都有入戲院係咪啊？相信都有好多嘅朋友啦，係再次入到嚟戲院呢一度支持啦。有咩説話想同大家講？真係因為呢部戲我自己有好多好私人嘅一啲感受啦，無論係我認識咗呢一個團隊也好，又或者係好感恩安樂電影俾我機會也好，呢啲都係我好私人嘅感受。反而真係好多謝一直以嚟由21年開始一路支持我哋嘅觀眾，又或者係當知道重製版將會面世嘅時候，好多觀眾俾我哋嘅反應留言喺 Facebook 或者 IG 話俾我哋知，對於呢個消息嘅雀躍，我都係好感恩。而我好想講嘅係，我突然間諗翻起咧，我21年睇嘅時候嗰個震撼啊！因為當時咧其實 AI 真係發展得太快啦，呢幾年嘅世界。但係我係諗翻起我哋拍嘅時候咧，係18年嘅時空。嗰陣時我係望住啲綠布景啊，望住啲十字，我係完全想像唔到一個安全島啊，係一個安全島，我完全想像唔到個彌敦道係點樣做出嚟。21年我睇到嘅時候，呢3年原來我哋用咗咁多時間、咁多金錢，係想要還原當時嘅嗰個成個彌敦道嘅嗰種震撼。哇！我而家講起我都毛管動係咪？毛管動咁。我係真係好衷心咁樣多謝安樂電影當年俾我一個咁樣嘅視覺嘅體驗同埋感動啦，而我都好期待隨住科技嘅發展，我哋可以還原更加多可能從前嘅一啲時光，又或者我哋可以利用新嘅科技去展望未來咯。一齊期待下AI 科技越嚟越發展得成熟。咁喺度啦，係啦，3位分享完之後咧，都想聽下我哋現場觀眾咧有啲咩説話，因為大家啱啱睇完啦，咁呢3個鐘頭啊，一氣呵成地睇完。咁我哋咧都好似以前借票一樣咧，就有個互動環節咧，大家鬥快舉手，係啦，如果有啲嘅問題想問3位啦，或者有啲感受想分享嘅話咧，都可以嘅。咁我哋就會可以獲得翻呢個親筆簽名嘅海報啦。咁我哋，哇，係咪想要咧？
想要嘅朋友俾啲掌聲先，係啦，邊個想要？試一下我哋嘅新款係。係啦，新款嘅海報係啦。咁我哋呢個重任咧交俾導演同埋 Louis 同阿 Fish 咯喎，我哋揀最快舉手嘅觀眾啊！誒導演，導演，交俾你我啦。把數嘅啫。係數埋揀埋都得嘅，係。我把數啦嚇。好，嚟3、2、1。誒邊位快啲咧？唔知話白色衫，白色衫嗰位咪啊？係啊，呢位女士。好，我哋俾啲掌聲鼓勵下好唔好啊？多謝，你着得好靚啊！因為今日好多嘅朋友仔亦都有去模仿翻妹姐嘅舊嘅形象啊！多謝啊，你好啊。你好啊，咁咧我覺得咧好 touching 咧，就係話阿梅艷芳小姐咧，佢堅持留喺香港，做香港嘅女兒，為香港咧去做出一啲活動啦，同埋佢做咗嗰個係1:99嗰個咁嘅運動場，令到咧係帶起翻咧大家嗰個熱浪啊，同埋一啲回饋嘅社會咯嚇。喺呢度係好 touching，同埋咧係咁多位演員咧都係演得好深入㗎，呢個我成個場我都係好感動㗎嚇。多謝你哋做出一道咁好嘅電影出嚟。多謝你，多多謝。謝。多謝。好啦，我哋接住落嚟啦，係啦，把握時間啦，我哋再揾多位嘅幸運觀眾先。今次不如係啦，交俾 Louis 或者 Fish 啦，幫手。我俾你啊。大家好禮讓啊，即刻變到係。 3、2、1，邊位快少少咧？好似黑色衫呢位男士。男士係咪啊？好係啊嚟啦，咁我哋俾支咪佢先。好啦，有啲乜嘢感受或者問題都可以提出。感受同問題好，首先好多謝會有呢一個新剪接嘅4K 版啦，睇得好開心，因為之前無論係初上畫啦，同埋 Disney Plus 嗰個 version 都睇過晒，但係今次係我覺得係最好睇嘅。同埋我睇得更加多細節啦，無論係各個場面更加多嘅時間去交代，咁我哋其實中意妹姐嘅，同埋中意我哋香港。其實都睇得好滿足啦。咁另外想問兩位演員啦，即係阿 Fish 同埋 Louis，去演繹梅艷芳同梅愛芳，其實兩個都咁知名，大家觀眾都知道佢哋係點樣嘅樣啊，平時談吐啊嗰樣嘢，亦都好多公開片段。咁當然電影裏面亦都有好多公開片段係 copy 翻做翻出嚟，但係亦都入邊有好多細節係我哋不為人知，佢哋私生活啊，或者係私底下嗰啲。溝通啊嗰啲，當然啦有創作成分。咁我想問兩位係點樣去拿捏？一方面又要模仿到妹姐模仿到梅愛芳，一方面咧又要有自己嗰個加自己嘅一啲可能你理解咗個角色啊，理解咗劇本之後，再去演繹出嚟。呢個位係點樣拿捏？或者導演係咪都有啲點去導佢哋咧？咁樣我都想聽大家分享咯。可以回憶翻啊，大概2018年嗰個，係咪18年啊？係啊，係18年嘅時候，咁好幸運啦，因為安樂電影為我哋安排咗，即係為我真係知道我係一個新人，咁所以就俾咗一個acting 同埋跳舞、唱歌嘅唔同嘅課堂俾我去學啦，喺半年內。咁另外導演啦同埋成個團隊，大家都會俾好多相關妹姐嘅資料俾我睇啦，我自己甚至乎亦都有買所有關於妹姐嘅書籍去睇啦。特別係我自己會好中意睇好多妹姐嘅訪談，佢嘅一啲 interview 嘅嗰啲片段，咁就最能夠睇到一啲佢講嘢嘅細節啊，一啲小動作啊，啲眉頭眼額嘅嘢啊。我自己係喺拍，我記得我拍嘅時候準備嘅時候，其實自己係掏空咗王丹妮嘅入邊嘅，即係淨係會我盡量將所有我學到嘅、我吸收到嘅，甚至乎唱歌嘅妹姐咬字啊，佢點樣運用丹田啊，即係都盡量希望可以吸收入我王丹妮呢個身體度，然後抹掉大部分嘅王丹妮。我希望能夠盡全力地將妹姐嘅佢嘅各種無論精神上又或者佢嘅諗法啊，所有嘢我盡量去模擬，甚至乎去嘗試去了解，然之後就放入自己嘅身體入邊去演。所以演嘅時候我就冇再諗我要點樣設計啊，或者我應該要
呢個位會唔會做得似唔似啊？我就冇再諗呢啲嘢咯。即係導演好好嘅，佢都會一路 guide 住我，俾好多方向話俾我知。我覺得呢個係啱嘅，或者呢一個方向我哋再調整下。即係都整個團隊其實所有人其實都係一個好一致嘅諗法，就係希望為咗妹仔而完成今一次嘅使命。所以我希望冇令大家即係我自己會覺得我真係盡咗我嘅全力啦當下。咁希望大家都會因為呢部電影而睇翻妹仔嘅以前嘅戲啊，聽翻佢嘅歌啊，繼續一齊懷念佢咯。係，其實 Louis 啦拎咗金像獎嘅最佳新演員啊，亦都係一種肯定嚟嘅。咁啊，再嚟係啦，又回憶翻啦，2018年嘅時候啦。因為Ann 姐相對地佢留低嘅一啲影像資料或者訪問係比較少啲，相對嚟，所以反而我可能演繹嘅空間嘅彈性就大啲啦，因為可能留低俾觀眾嘅唔太多啦。但係因為我哋都係做呢行啦，都總會有一啲人係接觸過 Ann 姐嘅，我就會爭取機會係問一啲同佢共事過嘅朋友啊，又或者係喺網上邊而家好方便啦，即係揾一啲訪問一啲蛛絲馬跡，大家對佢嘅共同嘅印象都係一個比較靜同埋溫柔嘅人。咁我就捉住溫柔嘅呢一個 keyword。咁我喺戲入邊嘅主要嘅任務又或者係主線都係同阿妹一齊。咁我係負責親情嘅呢個部分。咁我就會喺溫柔嘅呢一個方面係去着手咯，去演繹呢個姊妹情。咁可能神態一啲，我係有留意到佢嘅顴骨係比較高或者係比較長。咁我自己嗰陣時講嘢嘅時候，我記得我係有刻意嚟去練一啲，我而家未必可以扮得翻。提高翻呢個顴骨係咪啊？當時我唔記得點做啦。當時做到係咪啊？秘密嚟，你唔想話俾大家聽個秘密啫？即係可能呢啲一啲講嘢或者個脷嘅擺位會令到我嘅可能個下顎會有啲唔係我唔係好記得，但係我記得我有刻意地練習一啲可能説話嘅方式，或者係一啲咬嗰個下顎嘅位，令到自己可以接近啲。我唔知有冇成功，但係我都有盡咗我嘅努力去希望大家可以記得曾經有個歌手叫梅愛芳。一啲成功啦，所以都應到我哋跟上嘅最佳女主角。同埋咧，想個顴骨上邊咧，開心啲、大力啲拍掌就可以㗎啦，笑得太爛呢個顴骨就會向上㗎啦。好，咁呢個時候咧，值得開心係點解咧？我哋今日有一個好特別嘅環節咧，將會有一份嘅禮物咧送俾妹仔，因為今日係生日啦，62歲嘅生日咧。咁我哋將會由 Louis 同埋阿 Fish 咧帶領大家合唱一首歌。對，我本來我都唔講聽啊。等我嚟聽我哋唱 live。係啊。導演可以選擇打拍子又得，伴舞都得嘅。係啊，咁我哋就會由 Louis 同埋 Fish 咧帶領唱《夕陽之歌》。我盡力啦，因為都有4年嘅時間。係。你真係有咪俾你嘅導演？係啊，送俾你嘅呢個禮物，導演。我係唔同嘅。因為咧，我哋仲有一個喇叭喺度。哦。好 music。大家一齊拎個手機出嚟好冇啊？然後我哋打燈，係啦，一齊打燈啊！支咪冇聲喎，一齊打燈，係啦，我哋整個燈海。斜陽無限，無奈只一息間燦爛。有和音啊！夕雲下千山，逝去的光彩不復還。遲遲年月，難耐這一生的變幻。如浮雲聚散，纏結這滄桑的倦顏。漫長路走後光陰退減，歡欣總短暫未再返。哪個看透我夢想是平淡？曾遇上幾多風雨花，編織我交錯幻。曾如你真心的臂彎，伴我走過
好緊張啊！我哋不如俾多啲歡呼聲兩位好唔好啊？我哋都多謝導演，係啦，多謝大家。咁呢個時候咧，都多謝大家出席我哋梅艷芳 4K 嘅全新剪輯版今日嘅好有場啦！希望大家咧可以多多支持，亦都可以 share 你身邊嘅朋友。咁今日係10月10號非常之特別嘅日子，亦都係妹姐62歲嘅生日，我哋會一定會一直咁記住妹姐嘅。多謝大家支持 ，thank you。咁我哋呢個時候咧都隨便打照先係啦。